靈鷲恆常駐，蓮花浩劫香。大嶼山寶蓮禪寺為咗發揚佛陀慈愛世人嘅精神，正舉行緊莊嚴而隆重嘅佛教法會秋期傳戒。500幾位嚟自香港、大陸以至到世界各地嘅佛教徒專程嚟到寶蓮禪寺求戒。喺為期20日嘅法會，學習各種戒律規條。今年正適逢大嶼山寶蓮禪寺開山100週年，當呢班佛教徒正式受戒，成為佛門弟子，將會秉承寶蓮禪寺嘅傳統，弘揚佛法，普度眾生。香港就係寶蓮寺比較有規模啲，因為由戰前到而家咧，佢都不停3年一屆。為咩事3年咧？最早係青山寺靈雲觀音山靈雲寺到個大嶼山寶蓮寺，咁咪有3個地方，靈雲寺開一年，青山寺開一年，寶蓮寺開一年，咁啊循環不息，係咁你幫我，我幫你。但係隨住社會發展，佛教喺香港經歷不同年代嘅興衰，青山寺同埋靈雲寺先後停辦傳戒法會，近年只係得返寶蓮禪寺仍然保持呢個3年一度嘅傳統。我知道呢度嘅傳戒法會咧，喺中國廣東省嚟講係比較傳統嘅，咁同埋咧我嘅皈依師咧就係呢度嘅大和尚智慧法師，加上就係寶蓮寺其實喺香港嚟講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同埋好多個內涵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一個地方，所以我就其他地方我都唔揀選，就揀翻呢個寶蓮禪寺。參加傳戒法會嘅佛教徒叫做戒子，佢哋喺出家前必須要接受教導，由食飯時應有嘅禮儀，到點樣着僧袍，每一個細節都要重新學習。行自在我教佢啲威儀嘅，未受戒之前咧，就把佢嘅身心啊、啲起居飲食啊教導咗佢，咁令住咧就喺佛門裏頭呢個持戒清淨啊。同今生持佛身，於其中間不得護殺生，能持法。咁最重要不殺生，不邪淫，不偷盜，不妄語，不飲酒。呢啲係通常出家人都要遵守呢啲戒律嘅。除此之外，呢班準和尚要正式成為出家人，就必須要持守佛教中最高嘅戒律菩薩戒。其中最重要嘅儀式係燃香，由得道高僧幫佢哋喺頭頂印上戒疤。燃香咧就係受咗菩薩戒之後咧，就係話以身供佛，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嘅意思係指學習佛陀，達至無我境界，以慈悲之心關懷眾生。出家人忍受火燒香疤嘅痛楚，正好象徵呢種自我犧牲嘅精神。受戒嘅感受係好深刻，好深刻咯。當時咧就上去台嗰刻燃香嗰刻鐘咧，真係有啲驚，因為從來未試過。咁但係咧就喺之前嘅我有聽嗰啲師傅講啦，佢話只要你真係發心，你唔需要驚，同埋你唔需要怕痛咁樣樣。完成呢個三行戒嘅戒期，個心情都係好開心啦。但係喺開心嘅背後，你要開始真係去肩負起宣揚佛法嘅一個責任咯。呢班剛出家嘅和尚將延續寶蓮禪寺作為香港佛教其中一個重要發源地嘅傳統。若果要追本溯源，其實早喺100年前，清朝光緒32年，3位嚟自江蘇鎮江金山寺嘅禪師，被大嶼山昂坪清幽嘅環境所吸引，就地搭建大茅棚為道場。到20年代，第一代住持紀修和尚將大茅棚正式命為寶蓮禪寺，並陸續興建佛殿等建築物，令寶蓮禪寺初具規模。
香港佛教近100年嘅歷史咧，其實都好反映翻香港嘅變化。咁寶蓮寺亦都係呢一個變化裏邊嘅一個寫照咯。初初學佛嘅人都係比較一啲簡樸啲啊，所謂龍禪味道重啲嘅一個地方。咁寶蓮寺就係咁樣開始。雖然離開香港好遠，但係上嚟皈依啊，嚟學佛嘅人都係唔少嘅。點解啲人山長路遠會跑到上嚟寶蓮寺揾啲法師啊，揾啲和尚或者揾翻佢哋嘅師傅啊？因為山上面嘅師傅清修啲、簡樸啲，佢哋覺得佢哋嘅修行好啲，同時間佢哋自己親身嘅體會咧。去到山上邊就已經係一個另外嘅唔同嘅氣氛，而師傅嘅三言兩語啊、簡單嘅開示咧，已經能夠佢哋得到一啲心靈嘅慰藉啊、一啲智慧嘅啟示啊。一向以嚟咧，寶蓮寺嘅法師或者寶蓮寺嘅本身啊，都係好多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佛教徒嘅精神嘅支柱。長久以來，寶蓮禪寺喺香港佛教徒心目中有住崇高嘅地位，專程前嚟參拜嘅善信絡繹不絕。而喺93年落成嘅天壇大佛，更加令寶蓮禪寺成為中外佛教徒朝聖之地。佛喺32相其中一相，咁佢呢個相咧，佢就呢個將祝福像祝福人嘅世間咧就希望各人咧都係我哋佛經有講若人念一句佛增福無量，如果禮佛一拜滅罪河沙。天壇大佛嘅造型設計係以龍門石窟嘅毗盧遮那佛為藍本，再參照300幾尊古佛像，令大佛具備隋唐佛教全盛期嘅特色。而基座就係根據北京故宮天壇而建，大佛坐落天壇，就有佛教中尊稱佛陀為天中天嘅含義。我哋咧亦有2種講法，自己修行嗰啲叫做羅漢境界。能夠起嗰個大佛咧，能夠咧菩薩嘅境界，即係而家咧叫做宏法啦。天壇大佛工程得到中國政府同埋中國佛教協會嘅資金協助，由中國航天工業科技諮詢公司負責興建。技術人員首先根據設計草圖製作1:5嘅模型，再用電腦設定3900多個坐標點，再分件製造1:1嘅石膏模型，為日後能準確製造駐模作測試。為求達至完美藝術效果，駐模經過多次修改，其中佛面嘅銅片闊30平方米，厚13毫米，係當時嘅創舉，因為全世界仍未有鑄造咁大塊單一藝術銅片嘅經驗。而大佛嘅其他部位就分成200多塊銅片嚟鑄造。另一邊廂，位於大嶼山木魚峰嘅地基同鋼架工程，亦都同時展開，為迎接大佛銅片嘅裝嵌作好準備。隨着佛面嘅銅片由南京運抵香港，大佛嘅裝嵌工程亦都進入最後階段。當大型吊機將佛面吊運到適當位置，技術人員就開始將銅片安裝喺鋼架之上，再進行燒焊、噴砂、打磨、着色等工序。由於所有銅片都已經喺國內預先試行安裝，因此當日裝嵌過程非常順利。
隨着佛面、法繼、手部相繼裝嵌完成，天壇大佛慈悲為懷、普度眾生嘅造型，初步展現喺木魚風之上。我哋佛經講，只要你能夠種下個種子，人人都有佛性。你只要禮佛一拜，你種下個因緣，呢個因緣咧，已經喺10年內過千萬人嚟咗。我哋可以叫做種咗1000粒種子落去，咁自然咧嘅收割咧就唔係話一朝一夕得到嘅。如果你唔起個大佛咧，你叫啲人走嚟去寺門念佛聽經，點有講成千萬能夠親近到個佛，能夠親身見到個佛，發起個歡喜心。自從天壇大佛開光之後，藉着佛像嘅慈悲德相，有助向普羅大眾推廣佛教，亦令到寶蓮禪寺喺佛教徒心目中有着崇高嘅地位。